报道。华人玉米种真侪米哦，农民拢会用无共色水的米来伫产林画图来推销观光。台铁今年嘛甲农民合作，用米画出台铁的 logo， 最近哦，就相真侪游客来遮翕相，咱做伙来看卖。为着要互铁路迷伫翕火车时阵会当顺续来推销台铁的意向，花莲火车头甲玉里农民合作，伫个曲城桥附近来采画雕塑，特别是火车经过时阵，游客拢会来翕相。蛮有特色的。玉里这边其实有一个蛮著名的铁桥，对，那这边的那个稻田也蛮漂亮的。稻田采画这几年来，伫花莲南区正时行，包含乌形、大卡、台湾样式的 logo 拢有来出现过。农民利用无共色水的稻米，搁再配合电脑画图了后，来甲规划种植。这种品种的话，它要以我们太阳光合作用，它才会变颜色。越复杂的话，以人工插植的工作时间就越长。台铁表示，目前采画稻田有0.5公顷，伫今年开春了后，就开始种植，成功打造地方特色。稻米办批要伫6月就会来收割。玉里的客城桥呢，一直是民众呢拍照、拍火车的一个很热门的一个点这个很大的一个回响他们都到那边去拍这个火车经过的一个画面。台铁表示讲，想要去欣赏的游客会当对玉里火车头出发，行玉里自转车道5分钟就会到位。呼吁大家伫个桥顶翕相的时阵，嘛要注意家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